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帶大家睇將軍澳 Savannah 一個一房，實用面積321尺。我哋而家睇睇個單位，入到嚟冇玄關位，非常之見使，曲斜形嘅設計，白色嘅系列，成個單位望落好光猛。房間方面係一房，咁做咗一個大窗，所以呢光猛度係非常之足夠。入返洗手間睇睇。洗手間方面係一個浴缸嘅設計，咁亦都做咗一個大嘅鏡櫃，入邊亦都有充足嘅收納空間。依家我哋由洗手間望返出去個廳，再睇一睇返客飯廳嘅佈局係非常之分明，咁亦都係擺位都好容易㗎。依家我哋就睇返露台望返出去嘅景色，咁呢邊就會望到呢個播道書院啦。另一邊就係望到坑口嘅位置嘅，成個單位係非常之實用㗎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Betty 約睇。